望下你噴青椒，尤其係葉底同花位，你會見到啲好熟口熟面嘅畫面。葉背有細細粒住唔喐嘅嘢，嫩葉微微喘，果皮仲未紅就已經有啲唔自然嘅痕。你心入面第一個反應，多數都係又要開噴廚。你已經做慣咗，隔一排噴一次，焚到我陣藥味都唔再覺得奇，甚至覺得呢一個就係種青椒要交嘅學費。問題係最致命我呀，可能唔係啲情鮮落好，而係你每年都做，仲以為好難嗰個動作，靜靜搓緊青椒，自己圖保命血統。你有冇賴過？你以為自己係夠好，其實好多時係親手令佢碎反擊能力。呢一日先最扎心，更扎心嘅係個解法唔攰，甚至平到冇人會特登拎出嚟賣過嚟，所以你先一直聽唔到。唔係因為有人專登攞嚟，只係因為冇咩人靠呢樣賺錢。你每2個禮拜例行噴一次，表面上好似勤力，實在上可能每2個禮拜都喺度將青椒本身已經設計好嘅保安、警報同援兵一次過趕走。你唔使怪自己，真係唔關你蠢唔蠢事，你只係照住最流行、最容易買到、包裝寫到最清楚嗰套方法去做。影藝店會同你講邊支快見效，肥料包裝會教你點追肥，網上教學好多都係見蠢即噴，因為藥同肥係有得買嘅，大家自然會反覆講。至於我啲唔使你再買嘢，只係解一個環境條件就得嘅做法，就冇咩人主動推。呢個唔係陰謀，係生意落接。你明唔明有種感覺？明明自己跟足做，結果仲係年年中招。我今日唔同你講大堆難字，我淨係答你3樣嘢。第一，點解青椒明明自己有天然防線，去到城市菜園就成日好似攞咗咁？第二，邊一個你日日見到，但從來冇當佢係問題嘅條件，原來一直壓住呢套防線。第三，我會咁你一個聽日就做得嘅簡單流程，唔使你再忙噴。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啲老一輩種辣椒、種甜椒，莫用得比你少，果反而靚。唔一定係佢哋把嚟特別神，可能只係佢哋冇做錯你，而家日日做幾個一步。先同你計筆種，唔係紙上談兵，係你個露台、天台、窗台真金白銀嗰種。家用殺蟲噴霧一支，由幾十蚊到過百蚊都有。可施雪嗰啲又係另一筆。手套、口罩、噴壺加埋，再加順手買多支殺菌嘢，成記落來，少則幾百，多則過千。噴完仲要等，仲要避，仲要焚嗰陣味。最衰係好多時2個禮拜後又返來，因為你殺死咗眼前嗰批，同時都殺埋本來幫你壓住下一批嘅好蟲。你試過未？羅羅噴完幾日覺得煩蟲，跟住好快又見返葉鼻有可，仲比上次難搞。另一條路笑死人咁平，有時只係扳一扳位，遮一遮，停一停某種習慣，成本近乎0，最多加幾塊連板體重，擺1-2盆會引益蟲嘅花草，已經開始扭轉局面。就算你真係要補救，都未必要一上牙就用最重手嗰啲，因為當青椒自己吐血同醒返，噴過就由例行公事變成最後手段，次數會直線落。
最貴其實唔止係滋養，而係你每次噴完果面留低嘅擔心，屋企人食唔食得安心，同埋你愈噴愈覺得離唔開嗰種習慣先難知。仲有一筆你平時冇計入去嘅隱形損失，係你一邊追肥一邊噴過，兩隻手做緊相反嘅嘢，左手養塵，右手沙疹，最後怪青椒體質差，膠氮肥落得密，葉會又大又嫩又深綠，啲刺黑色害蟲最中意，跟住你見有蟲又再噴，天敵死得最快，於是輪替愈買愈多，心情愈嚟愈煩。講到呢度，真正嘅問題就嚟啦。如果青椒本身明明有呢套天然防禦，點解你一路都冇人同你講清楚？點解最先教你嘅永遠係買邊支，而唔係先睇邊個條件壓住咗佢？答案喺一個人身上。聽完你會有啲火，但去到某個人之前，我要你先記住一個畫面，因為90%聽到方法嘅人都會喺呢度做錯，個錯誤睇落完全合理，甚至有直驗深到不得了。做嗰級你會覺得自己好照顧棵青椒，但過咗幾日你就開始見到新葉特別軟，花位附近有細小害痕，葉底突然多咗嘢，明明前一輪仲算穩定，依家好似一隻被攻入，你只會以為係天氣怪，真連橙特別密，唔會第一時間聯想到自己我一也。讀到尾，原因就喺我度。1978年，新界上水有個農業技術員叫陳國明，唔係咩大人物，做開蔬菜示範田同農戶記錄。10年夏天，佢係一塊大約半垉嘅田椒地，分咗兩邊做觀察，一邊照一般慣常做飯，天蟲就例行噴，夜晚旁邊車燈敞開，另一邊佢咩都冇加長，只係先改咗一個環境條件，再配合減少例行噴霧，結果到採收中段，蚜蟲同白粉症嘅壓力明顯低好多，結實數高咗接近30%，爛果率都少。你聽到呢度，係咪已經想知佢改咗邊一呀？陳國明唔係空口講，佢仲記低咗每星期葉底層量、花布受損同埋採果重量，連續做咗幾個星期之後，交咗份內部報告。最思索係第2年，佢搵人調去做果樹病害巡查，份報告夾咗入文件框，冇人特別跟進，唔係有人打話，純粹係人手緊，工作轉位就只冇人返，你知啦。生活就係咁樣，將有用嘅嘢靜靜記埋咗。再過幾年，個隔離村有個老農跟住試，冇做足所有細節，只重複咗最關鍵嗰一日，結果同樣見到青椒穩定好多。佢只係話一句，原來唔係個椒樣，係之前個環境唔許佢出聲。更有意思嘅係，差唔多10年後，外地做植物同昆蟲互動嘅研究，又觀察到相似規律。植物唔係冇求救能力，而係某啲情勢條件會令佢節奏亂，援兵聽清，害蟲反而勁舒服。即係話陳國明唔係撞彩，佢只係早咗一步睇到人哋平時唔留意嗰層。你如果覺得呢個人應該有人記得佢，給個讚，留住佢個名陳國明，佢真係值得。
而家講到最關鍵，但最少人肉眼見到嗰部分，青椒唔係企喺度挨打，佢一被咬，一被刺濕，體內就會起警報，唔單止改變液面同汁液點分配，仲會放出氣味去叫喚手。問題係呢套警報唔係全日平均咁響，佢有自己嘅時鐘，有自己該醒同該收嘅節奏。等呢個種植位長期有一個情史條件，係夜晚都唔肯放過佢。青椒就好似一個人明明要啷，偏偏成晚計燈照住，腦入面嗰個警報同收息節奏亂晒。結果防禦雞開足嘅時候開唔齊，雞傳出去計天敵聽嘅信號又變弱。你有冇感受到戰場其實唔止係液面，仲係你睇唔見嗰個節奏入面。你可以當青椒係一個屋企細路，如果你日日都幫佢等到嘴邊，燈又唔益，周圍環境又令佢分唔到日夜，佢唔會學識自己應對，遇到麻煩第一下就亂。相反，當個環境啦，青椒唔一定有自己毒死晒所有蟲，佢最叻係通知盟友，等草蜢、瓢蒼、寄生蜂嗰類幫手壓住局面。所以你真正要做嘅唔係再加多支我，而係先停一停，問自己一句：我係咪一直喺度關掉嗰個潮奏鐘？而家我一次講清楚，嗰個9成人都會做錯嘅致命動作，唔再屌你胃口，就係你夜晚都好青椒食住光，齋燈好，走廊燈好，窗邊漏出嚟嘅廚房燈好，自己補光都好。總之天黑之後，佢仲搶時間受光，而且你好多時仲覺得呢樣係好事，因為有光即係生得快，睇得清楚，好似精神啲，聽落完全合理。實在上，呢種曾是夜光最陰毒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即刻整死黑菜，而係慢慢打亂青椒本來嗰套防禦節奏，同時亦影響夜晚活動或者靠信號網路嘅益蟲。一亂，症狀就唔會即刻大爆炸，呢個先到你。通常過咗大概7日至10日，你會見到最新嗰輪嫩葉特別野蟲，葉背開始有零星群聚，花附近有細根痕或者黏黏地。白日望落黑嘢仲係累，但摸上去偏軟。個人仲以為係肥水跟得高，所以完全唔會懷疑到夜晚攀冬。你自己根本好難察覺，因為燈係日日都喺度，你已經習慣到當佢冇存在。如果你做過呢樣，留言同我講你係香港邊區，或者呢個種植位係露台、天台定窗台，我想睇下規律有幾明顯。你而家最想要嘅唔係概念，係點做。所以我啟你一個聽日開始就用到嘅療程，而且全部都係手邊做到。第一，今晚開始，天黑之後，佢青椒真正入黑，連續做7晚。如果附近有固定燈源，就用紙板、號布或者搬位去擋。重點唔係日頭遮，係夜晚要黑。第二，同一時間停咗你個例行噴落習慣7日至10日，唔好一見1-2則就手痕，先留返啲俾天敵機會。同時每日朝早只望葉背同花圍，唔好成日淨係望葉面。第三，如果你一直有用高氮藥肥，停一停最少10日，
尤其係嗰啲一落就令葉又深累又發軟嘅。等顆青椒唔好再一路爆嫩肉搞重成。第四，喺盤邊或者附近加張黃板做乾尺，再擺一盆會開細花嘅半生植物，譬如圓核俾佢抽梨，或者羅勒等佢開花。目的唔係神奇豬餸，係佢緩兵有地方停。第五，如果葉底已經有明遠集中嘅原生害蟲，只做局部低毒補救。朝早或黃昏清手處理葉底，唔好全株洗地式咁潘，留返顆青椒自己屙吐葉筒有空間重新接手。你做呢幾步嘅時候，唔好心急到第二朝就要世界和平。你要望嘅係新葉同新花位嘅變化，因為真正轉世永遠先係新長出另一部分出現。當夜晚終於黑返，例行噴藥停返，肥水唔再一味催嫩，青椒唔係一扎變神仙，而係會慢慢由被動挨打變返識得報警、識得叫冤、識得自己守住陣地。跟住落嚟先係最重要嗰部分，因為你一定想知，當你真係咁做咗，幾日後、幾星期後，青椒身上會出現咩變化？邊啲係好轉？邊啲係假象？而家就講我度。而家你出去你個種植位，聞低少少，摸一摸盤面嗰層泥，份下嗱嗱帶住濕氣嗰陣泥味，再望實葉底同花位，你就會知前面講嗰啲唔係空口講白話，因為變化由來都唔係喺果面先開始，而係由成顆青椒入面調節奏，慢慢轉翻正。等你終於見到新葉企得硬，花位冇再咁易連住，手都冇咁想去啷噴做，呢個先係你真係接手返個局面。生理時鐘呢個機制就係青椒自己分清日夜，知道幾時休息，幾時嘈力，幾時拉高防守。當夜晚真係黑返，孔唔再亂，防禦就唔會散晒。你見到嘅結果就係新長出嚟一批葉，冇之前咁單，冇之前咁略長。你來下，確照終於可以仿返一個，到二日自然唔同樣。受生警報呢個機制就係一有嘢咬，一有嘢刺，確照會即刻喺體內傳消息，照唔同位置一齊收緊陣阻，唔俾害蟲食得咁順。當個環境唔再長期夾住佢，呢個警報就唔會慢半拍。你見到嘅結果就係蟲未必一夜消失，但佢哋唔再咁易由零星變成一片。你自己留心下，重點唔係草葉有幾花，而係身位仲有冇繼續失守。開發信號呢個機制就係青椒會放出一啲外面聽得到嘅求救聲。唔係計嚟聽，係佢有啲本來肯幫手嘅天敵聽，等佢哋知道邊度有公開。當夜晚同周圍環境冇再搞亂呢個怨號，援兵先至揾得到路。你見到嘅骨架就係個菜位，唔再淨係得害仲有住樹，開始有人幫你分擔。你未必要即刻見到好多益蟲飛來，但個局會先慢慢穩。汁液分配呢個機制就係青椒唔會再一味將最好食最嫩嗰啲資源扮到成拍葉都係，佢會收一收，守一守，唔計次級食害蟲食到咁甜咁酸。當你停一停，嗰種一路催嫩嘅做法，擴椒先有空間用返自己套方法。你見到嘅骨架就係葉色未必誇張深銳，但手感實拱。花同果做得定啲，呢樣好重要。你唔好再用心累當唯一健康標準。
天敵共存呢個機制，就係你唔再洗地食噴，留返現床計幫手我班細小盟友有得企，有得往食，有得循環落去。唔使你次次都自己落場冷喊，你見到嘅骨架就係管理開始由你一個人頂晒，變成個小環境一齊做嘢。你種菜種到呢一步，先真係輕鬆落嚟。所以去到最後，你唔係小莫一樣小工具咁簡單，而係連例行殺蟲落、輪替噴藥、防蟲補救、口罩手套嗰種承繼增闊又增闊嘅開支，都可以慢慢由清單上面掛走。最先消失嘅，往往就係我知你以為一定要常備嘅噴藥。你明唔明？剪返嘅唔止係錢，仲有你成個人對住盆菜嗰份高。而家個選擇好簡單，你仲有一個窗號，唔係下個月，唔係查啲先算，而係由新葉一路出，花位一路開到左嗰呢一段。如果你而家唔改，等成個青椒又入返嗰種被動挨打嘅節奏，禁忌後面好難追返。你要轉邊條路？一條係做路，見少少腸就噴，割一排又噴，瞓住陣味，洗住產爐，計住錢，仲要年年覺得青椒天生弱。另一條係新路，還返黑夜計青椒，停返例行硬手，等佢自己套防守醒返，噴角由合貫變成最後手段，果實勤整啲，心都定啲。你寫低格定熱，跟住講埋點解，唔係寫給我睇，係寫給你自己聽，因為你一講出口，你就聽到自己心入面，其實早就知答案。仲有留言話我知你種緊幾多棵青椒，同埋你係邊個地區，露台、天台定窗台。我想知你我邊夜晚個光情況去到幾靜。我亦都想你記住一個人，陳國明。1978年喺上水做記錄我個技術員，佢冇留低咩大名，淨係留低一個方向，就係有啲植物唔係要你不停救，係要你唔好再阻住佢。今日呢個方法兜咗一個圈，返到你手上。如果你肯試，佢當年冇講完我半句，就算真正有人接住咗，而揸喺泥下面，跟一路向下往水、往刺、往嗰個終於安靜返嘅節奏。泥粒中間有細細空位，水汽慢慢行，根尖唔聲喺度捲路，而葉上面嗰套防守，其實就由下面呢份安定一路托住上來，成個嘢先至有力講返自己句喪話。你感唔感受到真正嘅改變，好多時都係由睇唔見嗰度開始。當你搞返黑夜課，搞返節奏課，你做嘅就唔止係少噴幾次藥，仲係幫青椒拎返本來屬於佢嘅班底，拎返佢本來識做嘅功夫，唔使你事事代勞。確實物最自然嘅任務，本來就唔係等人日日救，係自己守、自己報警、自己同環境合作。還反告青椒嘅，唔止係一晚黑，係佢分清日夜嘅能力，係佢叫援兵嘅聲，係佢面對壓力嗰陣唔會亂世嘅底氣。力唔係化藥味道，
力喺你睇得明，肯退一步，肯順住自然原本個設計去做。今晚開攝，佢哋憑清朝一個真正嘅野蠻，條根知道路，佢可自己去往。